同样，今天晚上结果3到中关，总面积1739平方公里，有6个街道、11个镇，还1个乡，人口56万，被誉为郊游之乡、建筑之乡、木雕作弊之乡，还影视旅游名镇。东阳以郊游之乡闻名于世，东阳新闻荟萃，英才辈出。知名人物有北国名将金福庄、一代宝人邵飘萍，知名物理学家任继日，知名植物学家查西道，台湾报业巨子王铁武等。目前，济南国内外具有高级职称的东阳呢，有9期度假，博士下博士后1100度假，院士16家，称得上是启蒙博士为一时，佛门教授同故乡。东阳以建筑之乡闻名祖国。东阳古名就建筑，用木雕、竹壁、石雕、竹雕、叠雕等装饰艺术为一体，其中落日疏拥道，称得上的中国民间第一之。目前组织有建筑企业257家，其中特级资质总承包企业5家，一级企业57家，累计创入颁奖31届。2016年，组织完成建案参赛，近1480亿元，连续4年蝉联祖国游节日第一。东阳以木雕作弊之乡，衙门体育。东阳木雕为祖国4大木雕之一，是头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。东阳作弊巧力提供，是华南吉高山头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。东阳标签有世界遗产工艺美术大师100多家，其中亚太地区手工艺大师2家，中国工艺美术大师9家，国家第一代表作传承人4家。东阳中国木雕城已经成为中国木质工艺品集散中心，组织工艺美术年产值超过150亿元。东阳影视旅游名人，国内外有门，外地影视城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影视拍摄基地，已经竞争了成皇宫、城门小五路等200家大型实景基地，还设计出大型室内摄影棚，通价接待接触1200多家，拍摄电影、电视剧少报5000多部。国家头一家系列的外地影视产业人营区已经吸引了华谊兄弟、大人电影等500多家影视文化企业入驻。2016年，东阳市接待国内外游客1626万人次。